报纸摕1份给我啦。好，1份10趴。哦。哎呦，啊你阿姐，啊你当是安怎啦？人唔好哟。你还搁加讲，拢你害啦！我害安怎讲？啊，无代无志，当在大路头伫遐咧显棍红看。啊人要摕报纸钱互人，算免显棍咯。啊，好啊啦，莫搁多显啊啦，啊，假使拢走出来啊。来，10块你啦。不要脸啊？我骂我不要脸，你家己这里不要脸呢？分类广告刊登，报纸杂志广告刊登，结婚离婚 case 转印啊，财产分割 case 转印啊。哎呦，这间广告公司哦，搁企业化的经营呢，逐项都有哦。好，安尼决定吼，拜托你甲我看这个广告，电话是，喂，请问是毋是来成广告公司？我是讲要麻烦你啦吼，牵一个征婚的 case 啦，毋是我本人啦。哎呦，你若讲安尼，人已经足久毋捌受到这项代志啊，是我的后生啦。当然啦，阮后生当然对方嘛是一定爱女性的，嘿啦，差不多20岁至25岁这个青春的少女啦，家世清白就好。学历哦，差不多高中左右就好啊啦，嘿，较乖咧就好。对啦，啊，这恁都较熬，互恁去牵就好啊。但是哦，我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哦，尻川头一定要较大咧。尻川头大，毋则会生囝，对无？最好是若安尼5、6年啊，有法度通生10外岁啊，上好啦。对啦，我的人都爱讲笑你咧，是啦，嘿啦，啊，阮遮主旨是严格过30项1号啦，嘿。若是成功哦，我媒人咧吼，绝对会大大甲恁答谢一个吼。好，多谢。母啊，我等下，母啊。来，母啊，来，哦，今仔日钓了袂歹，啊，这吼一笔尾啊趁钱啊，足足的，啊，讲甲你一个囡仔，一日敢敢若会晓钓鱼啦？啊，钓着遐鱼哦，你看嘛咧，内底液槽内底规液槽拢鱼啦，啊，规冰箱啊钱甲拢全鱼啦，啊，敢若会晓钓鱼，也袂晓讲家己啊钓一个美人鱼，转来做家己的某，啊，生一个孙，互恁母啊罔抱。母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姻缘天注定的啦，吼，迄缘分无一定啦，啊，我嘛豆豆找啊，对无？吼。缘投的啊。安那？母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恁老爸要过身的迄阵啊，伊心肝上解安尼主要就是希望讲你赶紧娶一个某，啊，替生一个孙啊。你也毋是毋知影讲恁老爸吼是道教吼单传一脉，啊，你若无甲传这个香炉香吼，咱道教吼就会断香火，你知毋？我知啦，母啊，你免咧吼，我钓鱼转来尔，你着安尼一直咧讲细念啊念袂煞吼。我知影你意思啦，啊，我会豆豆找啦。对啦，母啊，我拄则入门的时阵有听你咧讲电话哦，讲啥物咧媒人咧讲啥啦哈？甲啥物讲？都安尼啦。咱咧柑仔店的迄个海蛎仔酒嘛，哎呦，伊讲即摆要甲人做毋人啦，啊，讲即个毋人若做成吼，对方吼有讲答应讲要包一包的媒人咧大大包要答谢伊啦，啊是电话中伫甲我开讲的啦。敢有影安尼？对啊。无甲骗啦吼。袂啦，是讲母啊，有一寡代志吼，我会事先甲你讲一下。你若要做啥物代志吼，千万毋通咧大主大意，有当时嘛爱先甲我参详一下吼。若无你若咧大主大意安尼做一寡代志吼，到时遮一寡麻烦甲问题吼，你家己要负责哦，知影无？母啊，我先去啊。好。母啊，会记的呢。做代志莫大主大意哦吼。知啦。
拢总30块，啊，多谢啊，好，再过来啦。代志大条，啊，哎，这是五步落去没有？大条，迄条诶，代志大条，什么代志大条啦？迄条诶吼，迄条诶，我嘛唔知，迄条是什么代志啊？迄个就讲什么代志大条，代志大条。是什么代志大条啦？迄条我嘛唔知，哈，你也唔知哦？哎，死老头啊！啊，你即摆你讲大条，是什么大条啦？代志大条，迄报纸拢有刊，所以唔知哦，迄倒真薄啊，要甲因迄个后生啊，因兜的娶某啦，征婚啦，吼。啊，原来是倒进步要甲因缘投征婚哦。我可是什么大代志，我可是恁当咧火烧钱啊。对啦，啊，呸，这拍切水，是安尼。报纸刊甲我来睇啊。真正，要甲因囝征婚哦，要甲因娶某。迄年，跌倒啦。迄年。好啊，老诶，啊你也毋捌字啊，看起来啊一百里啊咧哈。啊对，迄年的，迄个就，迄年我咧无咧听吼。迄年的倒，好啊好啊，大钱够用伫，互你钱啊刷毋到天光去啊。哦嘿，倒缘投男38岁，有正当的事业，四肢健全，面就是面，骹就是骹，手就是手。要应征的女性吼，贤淑的女子，哦，会当刻苦耐劳，尻川大个，心抗爱交，倒金无客。啊，敢是笑啊袂出来，搁继续笑啊！哎呦，阮母啊吼，你即落代志也无甲我讲一下啦，无怪即几工啊，看伊拢安尼怪怪安尼。缘投诶，缘投，莫受气啦！啊，咱今仔日恁母安尼订报纸找你找某，啊，这是正当的代志，啊，这也毋是讲见笑大啊，你是咧气啥啦？迄样诶，对啦，啊，缘投诶，你若要娶某吼，讲实在啊，咱着订报纸开啊钱，迄样诶吼，你着找我甲林诶吼，阮两个吼，阮朋友女朋友有够多啊，阮半两个互你就好啊，对啦。我两个互伊，等你有才调。我甲你讲啦，若正经哦，若恁母啊，今仔会做拢对啊啦。啊，你若阵啊讲哦，要订报纸要替你咯哦，毋是讲我咧臭大个啦，我若伫咧咱在地啊，哈哈，才能经过选里长啊，迄是恁祖母袂愿选呢。啊，若阵恁祖母要选咯，我敢若倒咧困哦，我就调啊啦。你甲想看，我开柑仔店啦，咱庄仔内逐个拢会来遮买物件咧，啊，我就甲伊推销介绍。啊，若阵啊讲啊，佫无够，我来菜市啊，我来讲东路来去遐画。你啊，免惊讲你无某，你听我一摆传2000个哦。对啦，啊是讲，缘投诶，啊即件代志你敢拢毋知？这位头到尾我是知影1块块的哦。你知毋知拢无要紧啊！你会记哦，你若迄样结婚的时阵哦，会记绑一个电话，我要来互你请呢。哦，迄样我有代志吼，我想要来走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歹势，来进，我先来走。好啊，这样好，歹势啊。明天过来啦吼。放贴啊，互你，我搁早咧啦，放贴啊。谁叫问个吼？咱31号唔知你倒位吼？有啊，顶哦。好，谢谢。贵啊吼！迄个，啊嘛是无贵，啊可怜，食老都抱无土豆，贵气啊！听下阮后生转来，才叫阮后生来创着好啊。再来，阮兜遮都遐尼有青云人来咧，啊哪有人来咧二点动？敢会阮后生？阮后生嘛是拢有照锁匙啊。敢会是我昨看报纸，讲要征求一个新妇，啊即摆就随有人来应征啊。反正哦，
来的人手若是有摕报纸伫的，都是一定要来做阮新妇的。来啦！嘿，阿姆啊，歹势，借问的吼，这个。对，你今仔就位啊，吃着，来进来。哈，是哈。哎，呀坐。谢谢多谢。对啦，真好。哎，来，吃茶啦。嘛，免那客气啦，谢谢。来。好，多谢。你是？我来应征的啦，我叫做杨贵妃啦。对啦，来应征的就是我这个所在，我这就是这个所在，我唔对啦。你，哎呦，安尼散鼻巴啦，无要紧啦，后摆吼，我才较食电煲，互你食咧，互你食安尼香。免啦，免电报互我食啦。我吼足勇的呢，我足勇惊的，我会当做初当的工课，我足勇的，免报。无影啦，虽然是讲查某囡仔人吼，咱嘛是爱甲食好，身体较勇的较要紧。是讲吼，我甲你讲吼，阮后生吼，伊唯一的毛病吼，就是敢若爱钓鱼啦。钓鱼？伊钓鱼吼，嘛毋是讲一种真歹的即个行为啦。因为钓鱼虽然伊是真迷，无毋对啦，但是这你无见过啦吼。袂啊，钓鱼好啊！嘿，因为咱咧钓鱼的时候，咱也较注意咧就好。尤其是吼，人咧垃圾哦，也是电视若有在讲天气歹的时候，咱较莫去海钓咧。若去海钓吼，伫咧歹天落雨的时候，较会去拄到危险。对啊，哦，迄风台天的时吼，为了烧高影啊，定就会去互降去啊，你无，足危险的吼。对啦。而且吼，你若伫咧风台天也是落雨时吼，走去海钓钓鱼吼，若发生事故吼，哎哟，叫降去了吼，生死莫讲啦，敢若浪费这国家的资源，就浪费足多啊。人就爱派救生员啦，佮消防队安尼来去找几暝吼，哎哟，真正舞到吼，大家家欠不宁哦。是啊，是讲，歹势，这甲我来应征，敢有啥物关系哈？有喏，那无关系，我会叫伊慢慢啊改啊，改到讲后摆吼，钓较少咧，钓较少了，再佫叫伊慢慢啊改，将这个钓鱼的习惯改掉，好好陪你。对了，恁兜住伫倒位哈？我住庄卡屏东啦。哦，屏东是一个好所在，无工厂，少污染，空气足新鲜的。就问恁兜是几个人？阮爸爸、阮妈妈兄弟姊妹总共7个。安尼算普通的家庭啦。好，安尼我才选一个较好的日子吼，来恁兜甲你提亲。提亲？对啊，无提亲，你是要安怎嫁阮后生做某？啥？嫁恁后生？